大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俗语咧讲，话好话皮难话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这读做话有的话第7条。大字字典解说话做名词，意思就是图，像讲100图，咱会当讲100话。若做动词，话嘛是画图的意思，像讲画红啊，听起来是画人形红啊，也毋过上主要就是讲咧画图，无一定是画人形。若计划就是讲先写好办法，或者是方案，先规划。若是讲一个人的字写甲足歹看，咱讲亲像咧画符啊。另外，即马做事件动画，古早是用日本话外来语讲漫画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画船，这个意思就是画线；第二个词读做画汤红啊，这是一款民俗技术工艺，把赤线控做高高，伫咧铁板的顶面画出形体甲线条出来，加做各种的形，会当看水嘛用食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来到传统艺术中心看师傅咧做古早囡仔爱食的四手啊，其中就有李仔签画汤红啊。师傅豆豆啊画船，这个船拢是赤砂糖做的，食落汤甘蜜甜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话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